今日我哋要講嘅係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係營養素，係人體最重要嘅能量來源。佢可以分為簡單碳水化合物，例如糖，同埋複合碳水化合物，例如澱粉同埋纖維。前者能夠快速提供能量，而後者呢就需要較長時間先可以消化同埋吸收。而碳水化合物嘅食物來源可以從主食、蔬菜、水果、豆類、奶製品嗰度嚟攝取嘅。而碳水化合物可以分兩種類型，一種就係原型碳水化合物，另外一種就係精製型嘅碳水化合物。一般嚟講，我哋都會揀原型碳水化合物，因為佢係好嘅碳水化合物，佢有較高嘅纖維同埋營養素，同埋低升糖指數。而所謂低升糖指數，就即係話唔會令到血糖快速上升。而且呢一類嘅食物嘅碳水結構比較複雜，喺身體裏邊消化比較慢，所以較為唔容易形成脂肪。而精製型嘅碳水化合物，我哋多數都界定佢為壞嘅碳水化合物。咁佢多數只係有熱量、缺乏營養，同埋係高升糖指數嘅。咁我哋要點樣先攝取到好嘅碳水化合物呢？首先，我哋可以選擇全穀物，盡量選擇糙米、全麥麵包、燕麥呢一類嘅全穀物食物，取代精緻嘅白米飯啦，同埋麵包。其次呢，我哋要食多啲蔬菜同埋水果，尤其是係一啲多葉蔬菜同埋低糖嘅水果。而每一餐裏邊，我哋可以加入一啲嘅豆類，例如黃豆、紅腰豆、鷹嘴豆呢一啲嘅豆類，都係有豐富嘅碳水化合物同埋豐富嘅蛋白質。另外，仲要適量地攝取根莖類嘅食物，例如番薯啊、南瓜啊、粟米。咁如果要控制體重嘅人士，就要留意返嗰個攝取量啦。喺烹調方式方面，我哋都要避免油炸同埋高糖嘅烹調方法，要揀一啲蒸啊、煮啊、烤嘅方式。而碳水化合物應該佔總熱量攝取嘅一定比例，同埋配合足夠嘅蛋白質同埋健康嘅脂肪，以達到均衡飲食。我哋亦都要將碳水化合物分攤到每一餐，避免一次大量攝取，咁樣係有助於維持血糖嘅穩定。最後，我哋避免食一啲精緻嘅澱粉，例如白米飯啦、白麵包啦、蛋糕、餅乾。另外，含糖類嘅飲品同埋零食，我哋都應該少食㗎。最後，我哋呢度列出咗適合優先攝取嘅碳水化合物食物，佢哋有穀類啦、麥類啦、豆類啦、低澱粉嘅蔬菜同埋高澱粉嘅蔬菜。咁各位，你哋今日又食咗呢啲食物未呢？